台南大学因为伫咧市中心学生停车需求大，学校就甲外围的花台卡掉缩小路面，伫人行道顶头画百外个这停车格啊，却引起一寡学生和民间团体不满。因认为讲安尼生做这过路人无路通好行，交通局表示会去到现场会勘。 规排车停甲满，乌托拜拢总停点人行道，原来是有设停车格的。不过民众咧通行爱挖甲边的，有尼摩车真恶煞的状况。伫市区的台南大学学生多，加上周边有袂少店家，车位抢在无靠停。学校近来开放会当停点新设的格仔位，这个做法引起讨论。觉得蛮傻眼的，他没有考虑到行人，而且这边真的人流量其实算蛮大的。那是人行道拢要设这个停车格，其实对大家来讲，其实我感觉伫这个安全顶悬嘛是爱需要去思考的。我都买落去的时阵，伊袂用牵的，伊用徛的，所以人行伫咧顶悬，你就心惊惊，会当设置一个实体的避车弯。啊，这个避车弯就比如讲，遮挖一个坑，专讲吼，我都买会当停伫遐。 安尼，我都要停嘛，较方便。协会认为学校无应该妨碍过路人通行，其实这原本规划拢设花台。校方讲，当初因为停车需求大，校门口的车路矮，才甲花台拆掉，路面嘛向内缩小50公分，保留150公分的人行通道。为求因家家己设8通的停车格，虽然校方本回这是校地，不过交通局回应，表示也是袂使家己乌白设，因讲后续会去现场做会勘。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有人行道原则上是禁止机车的停放，例外是必须要由交通局来做适度的一个规划跟划设相关的表现来规范机车的一个停车处所。会在邀请我们市府跟民意代表甚至说我们有关人本交通的一个相关团队一起来会勘。校方指出，人行道停车格若影响到大家，因会赶紧邀集相关单位斗阵做参详，嘛强调会去做改善，提醒大家骑车甲行路的安全性。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